李明老师、大钱老师，哎听说两位的口技非常非常厉害，那我有一个小游戏想跟老师一起玩。好，跟我玩游戏啊，好好好。我们问黎明老师，鸡怎么叫？请问大钱老师，老鼠怎么叫？我的老鼠不一样，我的老鼠会说话，哎呦，全世界最红的老鼠，哦，是吧我是米奇。 ？Mickey，是老鼠哎，对对。请问黎明老师，狗怎么叫？狗，走开，走开。最后，请问大钱老师，What does the fox say？发谁？冰冰冰冰冰，哎呦冰冰冰冰冰，哇！这怪客临门，好啊，嘿，怪客临门，耶！